網上罪惡日日新，中小企點先唔中招？唔好以為超級富豪先會俾人勒索，最近好多中小企嘅東主都中招啊！不過唔係老人勒索，而係勒索咗你電腦裏面嘅 file 啊！唔俾錢就開唔返，隨時唔小心開個郵件都會中招。我哋揾嚟老闆現身說法，講下佢哋點解咁驚勒索電郵。我哋做食品嘅入口商啦，所以成日咧都要同啲外地嘅 supplier 用 email 去接觸嘅。咁 email 好多時會有啲附件啦，咁我哋都必須要睇啦。如果有病毒嘅咧，真係防不勝防嘅。咁啊，特別喺創業嘅初期啦，人手又唔夠啦，亦都冇可能請個 IT 人坐喺度啦。咁有問題嘅時候咧，要四圍問朋友幫手，真係好麻煩嘅。所以始終都要諗個辦法咧，長遠解決個問題咯。要解決呢個問題，梗係要揾專家啦。我哋就揾嚟防毒專家醒你幾招。勒索軟件對中小企嘅影響係非常嚴重嘅。當電腦癱瘓咗，係導致 data loss 嘅時候，係會影響日常嘅運作。而大部分嘅中小企佢係冇 data backup， 甚至只係用一啲外置嘅 hard disk 去做備份，安全性係有相當大嘅疑問嘅。中小企要預防勒索軟件，最主要留意3方面。第一就喺接收電郵嘅時候，要留意發送者同埋電郵主題。第二就係要做定期嘅備份。第三就用一啲有效嘅防毒軟件同埋可靠嘅網絡保安方案。以上呢幾招大家袋咗落袋未呢？除咗呢啲之外，原來用合適嘅寬頻服務都可以幫到手㗎。中小企往往以為寬頻服務同網絡保安無關，其實選擇有全方位防護嘅寬頻服務就可以為網絡保安把好第一關。例如針對加密勒索軟件威脅嘅自動雲端備份服務，就可以自動將更改過嘅檔案每日備份到雲端，而且仲可以保存多個唔同時間嘅備份，咁就夠晒安全啦。加密勒索軟件類型嘅惡意攻擊，往往由電郵傳播。個別寬頻服務供應商會為中小企掃描電郵病毒，同埋過濾垃圾電郵，減低公司電子郵箱受到病毒感染嘅機會。另外，我哋建議中小企刪除可疑嘅電郵，尤其係有附件或者連結嘅電郵，唔好瀏覽不知名嘅網站，亦都要為電腦作業系統同埋防毒軟件更新至最新嘅版本，咁就可以減低受病毒感染嘅風險。聽完專家醒你呢幾招，以後就唔驚啲電腦檔案俾人勒索，可以安心做生意啦。